继续来看金门，昨下晡起大雾，金门机场的航班大乱，2000多个人调离机场。金门县政府启动备案，让民众坐金门快轮回台中。虽然坐一抓都要8点钟，但是至少会当顺利回到台湾。这个码头一透早，人就甜甜甜。因为大忙，金门拢总忙忙渺渺，能见度真低，和金门机场航班大乱。伫昨下晡，未少航班被迫取消，总共取消25个架次，2000多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。大家伫机场内面咧等，有人忝到地，困的困，拍的拍，一直等无好消息。等飞机来啊，加班机啊，等雾散了，看有没有加班机啊。要考虑会坐船吗？要。早起10点前，所有航班拢取消，10点后陆续有飞行机起降，但过忙也未完全散。敢会阁关？爱随机应变，县政府嘛启动备用的方案，找金门快轮来斗3工。航行的时间，金门到台中港大概是8个小时。一班有401个位，有未少民众无想要阁等啊，改去码头买船票。大家做伙伫等，船总算入港啊！早起8点外，金门快轮到港口，大家赶大包小包的行李通关查验。虽然上船还阁喊8点钟，但无至少会使放心赶紧转去。